加拿大国会以266-0的票数通过一项动议，认定中国在东突厥散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加拿大国会22日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称中破坏维吾尔人的行为已构成种族灭绝。加拿大下议院22日以266-0的投票结果支持反对党保守党提出的动议。特鲁多及其内阁投下弃票权，不过自由党的国会议员普遍都投下支持票。特鲁多的内阁成员中，只有外交部长加诺一人出席了国会的投票。加诺在下议院发言时说，他代表加拿大政府投了弃票权。另一方面，外交大臣在议会投票后就该决定发表了书面声明。加诺部长在声明中说，我们继续对东突厥散境内侵犯人权的可怕报道深感不安，例如任意拘留、再培训、强迫劳动、酷刑和强迫绝育。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周一谴责了中国针对维吾尔穆斯林采取酷刑、强迫劳动和绝育，称这些行为正以工业化规模发生。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的一个事先录好的讲话中，对中国当局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进行了谴责。东突厥散的情况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他在这个日内瓦论坛上说，所报道的虐待，包括酷刑、强迫劳动和强迫妇女绝育，是极端的，而且范围广泛。这些行为正在以工业化规模发生。拉布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或另一位独立的专家紧急和不受限制地进入东突厥散。土耳其外交部长乔乌什欧卢说，土耳其正在密切关注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乔乌什欧卢通过视频会议出席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级会议。他强调说，土耳其正在密切关注维吾尔人权状况。他说，我们与中国当局分享我们的关切和希望，我们希望中国在这方面透明。土耳其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强调保护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的人权的重要性。我们将继续关注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该地区有关的事态发展。应中国的邀请，我们还将派代表团访问该地区。维吾尔人人权问题备受外界关注。据日媒调查，包括快时尚品牌肖逊、东芝、索尼、日类在内，有12家日本大型企业已制定政策，拟停止和受益于维吾尔人强迫劳动之中期间的业务往来。共同网并调查被欧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所提及的14家日企，询问这些日企如何应对可能受益于对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问题。在未来政策方面，有12家日企回应，若有中国商业伙伴被发现受益于强迫劳动，公司将停止或考虑停止业务往来。美国、英国对东突厥散棉花和其他产品已陆续实施进口限制。虽然日本政府一直被批评轻中，为了顾及中国反应，制裁动作太慢、太被动，但是最近有很多日本企业表明立场，将出手反制中共破坏维吾尔人的行径。在中国外长王毅22日呼吁美国调整对中政策后，美国多位官员出面回应。中国外长王毅22日在演说中说，呼吁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并强调美国应打破各种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他说，希望美方尽快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包括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不合理关税，放弃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机构实施各种单边制裁，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进行无理打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称，王毅的谈话显示中国一贯逃避责任的做法。